后来过来是花莲台北线131公里自行桥的附近，昨暝落石崩山，台北线转来断路，早起也是有石头一直连落来，所以继续来封路。另外有一支6个人的登山队调离的台电基来保线所，这个保线所就是台电伫个山区设置的工作站。花莲县消防局请求消防署派直升机来救这个职员，甲6个人平安救出来。看过这山背后，就亲像去下一大地起来，行较近的看，这大大细细的山石也是一直连落来，看起来真可怕。这是台北线131公里处，伫10月下晡开始，凶发生崩山落石头，也有民众冒险向前开，车身叫落石头撞到。但是经过一暗嘛，这状况也是同款。已经一暝啊，规暝我都唔敢困。唔敢困。居民表示，这也是40档头一次发生这样严重的崩山。公路局伫合欢所前面有放违章，禁止通行。这个滩涂已经到坡顶了哈，事实上还在持续，它有间歇的一个状态。另外，花莲消防局嘛接到报案，有一支6人登山队受困，台电基来保线所。花莲县消防局请求消防署申请直升机支援，目前已经将6个人平安救出来。要提醒大家，最近因为山区土石、甘水量悬，要前往山区或者是行山路，一定要小心。